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喜来，我阿明谷刘浩明。伊在社会的安定，係因為常常有一群人喺點點嘅付出。可是我哋常常有我哋嘅重大嘅災難發生嘅時節，我哋利用消防隊如何也為佢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日有請到係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嘅許文田高官，有同我哋分享講，有20年而做我哋20團政府人嘅一啲經驗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文田高官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聯絡消防隊20許文田。文田哥，今日佢反映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其實我哋文田哥吼，算是同我哋我媽媽買聯絡人，其實係同我媽媽，其實算是歸我媽媽我講算是歸權嘅地方啦吼。所以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這個作為20年嘅義勇消防隊，對我哋講義消啦吼，義消同政府人，我想問你，這個本地係唔係攞相關嘅一啲救護背景，冇攞消防背景咯？講到嘢吼，我本身係從事教育10年。嗰時候對救護業方面呢，等於講係重新開始。因為我哋聯絡消防隊啊，拄好成立喺民國90年，有拄喺我幼稚園嘅對面。嗰所以呢，為了回去我哋家鄉呢，嗰時係講刺痛呢來加入我哋聯絡消防隊嘅義消嘅行列。開始嘅時間呢，因為係以救災為主。等到民國98年嘅時間呢，我就參加訓練，要參加我哋嘅救護初級嘅救護員，我哋攞俾講嘅 T1，正式加入我哋鳳凰志工，家下是講鳳凰志工嘅救護嘅行列啦。民國99年嘅時間呢，要再去進修，再去學習。ENT2 中級嘅救護員，拄好呢，我哋屏東縣呢消防局都同樣嘅鳳凰志工呢改制到我哋救護義消，都正式成立救護義消，都正式加入我哋救護嘅行列。都等於講原來嘅義消地方都有啲救護組嘅啦，嚇，以前嘅鳳凰志工，後都變成把當初嘅兩個無強嘅團隊，驚都合成一啲義勇消防隊嘅救護組。你各有組織啦。冇錯。其實按你真合行咧，其實個方便。好，但是我想我問講，因為其實當初去加入我哋嘅義勇消防隊嘅時間，你應該上唔前退休吧？唔前。因為其實幾多人吼，我數到講，你係咪加入義勇消防隊啦？伊都想我講，我要工作，我要洗頭，我都可能去加入咯。迄邊我同觀眾朋友講一下講，其實即個係加入我哋義勇消防隊嘅時間，唔能用個工作同也為志工嘅任務，用我去做一個調配咯。講到也體力要有心啦，搞到設教要很好。因為加入義消嘅也為組織呢，係講對我哋國家分享，個我哋嘅社區呢有幫助。稍後來再加入我哋救護嘅行列，最主要是講，像我哋從事嘅幼兒園嘅教育事業有好多4年呢，佢不是會參加戶外教學一度，有時難免會發生意外。發生意外是一種根本嘅。有啲救護人員喺停運去，係咪體力可以保障我哋4年嘅安全？也幫我哋家長有啲安心。天呢可以呢聽數來救，我哋一條畜生也好，也講有需要，有破病嘅一條話有需要。從救護車去救護嘅，我哋來去服務，也係做功德啦。有啲回饋人哋一個廚師嘛，都來加入也係救護嘅行列。真是嗰種講這個嘅能力，冇這個時間上面啦，可以配合嘅時間，真是可以唔單止講可以去參加嘅義消，冇從事我哋咧去做救護員嘅訓練，其實真是唔知咁唔地講，更加時間，某個時間會讀到呢啲事情。但是有啲天然問題咯，因為其實佢做常常有我問到講，佢家同係去參加義消嘅話，我常常會比嫌去聽書。係有問題啊！因為義消有咩嘅組織，民間嘅組織。
嗰說民間組織有一天呢規章體系，咁當然間呢組織，替咧政府同保險，我有一些如講去出版啦，去救護也得我排版，咁當然唔有限嘅時間呢，唔去做嘢事情，唔去出版安尼，你唔會影響到本身嘅投入，本身嘅工作安尼。有安尼有限嘅時間去啦。如等於講啊，喺呢個嗰種啊講醫社嘅話，唔係講即個喺我來錄啊錄馬上去，係講即個可以先去辦即個可以嘅時間，去做排版。好，嗰時等於講，真係出版嘅事情都係睇排版嘅時間，如果通電優先通電去做算是我哋應用消防嘅工作。但是第三個問題就講，咁我哋平常又冇練習過我哋啲消防嘅知識啊，咁譬如講安太火。我哋會救下，咁樣一部分係有特別訓練咩？有，也應該按嚟講，我哋滅障日如果有啲天訓，不管係救火救災也救護，滅障日如果有啲訓練，咁當然我加入也會組織以前咧，一定會同做一啲訓練，本地嚟講，而家加入。也救災、救火、也救護，係用嘅狀況，係要安尼去。每週日我有一日，你安尼去天訓，你等於講同複習一個技能，也如等於講本呢接觸到個新嘅資訊、個新嘅技能，來充實人本身嘅一條救災、救護嘅一條知識。等於如果我哋天氣嘅時間，如果對我哋算是我哋醫生，如果有一啲固定嘅練習時間，好至少第一個都是有乜嘅事情發生嘅時間。你這個去到嗰邊唔好像一啲無頭蒼蠅一樣啊，唔知這個做乜嘅。但是係一個問題嚟講，咁一般來講嘅話，我哋醫生來講，而睇一啲譬如講救災嘛，好一啲火場嘛，係而會第二嘅任務係乜嘅？而會入去冇？一般嚟講咧，我哋建設。是天線，我哋醫生咧係資源，係資源，係天線，像我哋救護咧，一般嚟講有咩係？我哋做救護車去救護，根本有人操作嘅，不論係查火，也講而破片，也用係需要我哋救護車去。咁當然我哋會替咧聽我哋嘅學長，學長也去看有我哋天數嘛嘅。我哋都先，你睇特別天數安尼嘅。嗰時都等於講，一定會有專業嘅學長啦。嗰時帶到人去，人可能都我點講，人可能是都想從以後都唐人嘅命令，去做，譬如講資源嘅一啲通作。但是一部分有年齡嘅限制。一般嚟講，我哋加入醫社會化，咁當然。一般嚟講，我哋會有一啲年齡嘅一啲限制啦。咁當然，一般嚟講，我哋加入醫生咧，唔係仲要年滿成人咧，18歲以上，我哋都可以嘅嘢嚟加入我哋入嘅醫社會行列入嘅。咁有身材嘅限制嘛？身材冇限制，冇體力嘅限制啦。體力嘅限制，因為有啲人講我明白到坐辦公室，去到嗰邊講也要辦唔同嘅，要辦唔同嘅樣。因為我哋咁當然多現場嘅時間，唔是講唔地，也對方比如講係咩個體殼啦，也講也體重個重啦，但是我哋吹嘅最少會有量嘅，有量嘅量多少嘅。兩個學習無都兩個學字講我哋救護醫生，我哋去所以一方面咧，我哋喺中國萬一像我哋有冇讀嗰個有8個公斤咧，一堆2樓3樓一搬下來，用我哋搬唔起，我哋會搶麻煩6卡人啦，天數可能6個人，6個人我哋搬下來，用乜嘅用嘅我哋嘅毛毯啊。冇皮骨啊！你天數搬下來啦，係，你都如果你團
拜托一下。真是冇错，因为其实唔係講米等人呢，生出就像我哋專業，要算是我哋消防隊啦，我哋警察啦，其實平常都有在練習，記冊啊，吼。我哋一般人嗰種我哋算是醫用消防隊，我哋醫消防，我哋平常還有這個工作啊。米等人看到係幾多人喺坐辦公室咧，好，伊平常都冇得運動嘅。可是你去到嗰邊突然臨時要很一般按重嘅東西，可能係冇辦法。哦，但是佢都有講，其實後來有去開始去感應啊。對我哋，佢算是我哋咧政府人咧一個訓練嘛，吼。所以訓練一般來講嘅話，係一種算是集團協嘅嚇，錯係係用嚟集團咯。像我哋一般嘅民眾吼，像近講我哋政府一出來喺推展，講我哋全民 CPR，全民 CPR，也意思講咧，根本要係發生乜嘅意外。我等到救護車到達現場，平均，我哋要做咧平均差唔多8分鐘。但是你喺更加個緊急嘅時節，比如講有人嘔卡，所謂嘔卡都講伊冇呼吸心跳，個緊急係咪？個緊急嘅時節，救護車到達現場平均8分鐘嚟講，也會平緩，可能救唔過來嘅。我都係個黃金期，因為我哋超過4分鐘冇透氣嘅話，我哋腦細胞呢都會慢慢的壞掉，慢慢壞掉。唔達到8分鐘，4到8分鐘係咪黃金期？嗰種超過10分鐘都救唔過來哦，救唔過來。嗰所以呢，一段時間做乜嘅呢？就講持救。嗰種都卡人。也特別練沙，要學過 CPR 嘅話，也時間都最好用。等到消防隊嘅我哋救護車來接手，我哋救過來嘅幾率啊都高高。一般來講，嗰種我哋專業人員呢，都要講我哋初級嘅 EMT，乜嘅咁多 EMT 呢？都講我哋到院前緊急救護員，我哋要分醫院嘅地步嘅，都醫生嘅護理師。老輩話，都我哋也 EMT 提嘅處理，也都初級嘅學起嚟，如果有時咩話，可以做中級都 T2，啲 T2。我哋喺中國再有時咩話，可以再進階到 TP，都高級救護員。像我哋更加屏東嘅消防局有成立一個高救隊，都意思講專門處理一條緊急危機個案，同嘢搶救嘅生命率呢提升。冇錯，都安尼。咁一般嚟講嘅話，都一般啲民眾咯，學基本嘅 CPR 加 AED 你都差唔多。可是其實面對我哋幾多個突如其來嘅一個災難嘅時節，嗰種每個人如果 CPR 同 AED 嘅話，其實會救到幾多人。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嘅邱文田教官嚟到現場，同我分享講，當初做乜嘅感應我哋醫生同我哋政府人，我想問一下我哋教官，因為其實我哋對於CPR 嚟講嘅話，其實我相信他個人多少有啲嘅啦，因為近年咧，伊啲新聞地方，如果講到講，我用 CPR 救到人，但是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好多人講到 AED。雖然講我哋常常會聽我哋，譬如講火柴啦，火柴嗰啲空間地方都看到一個 AED 嘅一個機器，但是我相信幾多人唔多敢用，唔多敢拿，因為話唔成熟啦。係咪針對呢個問題，我哋利用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廣東朋友紹介一下個，乜講係 AED 同時，嗰種而家有乜嘅情形嘅時間，我哋用到 AED，還有我哋北方拿到嘅 AED，我哋用唔用啊？多謝主持人。其實個 AED 更加該普遍嘅。睇有的去講我哋嘅百貨公司學校嘅，都一定要求設置。當然根本日迄種有 AED 喺身邊，喺附近，萬一發生
安尼意外时节也都最好最有效的一个方式。也 AED 是用到那个嘛个状况呢，就一样，迄种发现到野人往下去的，有去评估讲伊有无呼吸、无心跳，无跳气，无心跳，错，唔会跳气，心脏唔会跳的，甲当然也时间呢，加个去拿 AED 过来，然后过来的时间，甲当然也唔会讲哪一天如何天哦，因为俺哋讲的 AED 是一般来讲是傻瓜电击器，都同天上可能一样，嗰个傻瓜电击器。一般来讲呢，俺哋迄种发现到野人呢，无跳气的，无心脏无体跳的，甲当然呢，也时间呢，加紧呢，落去来叠个 AED， 用 AED 来救。叠的时间用呢，用叠呢，俺哋一般来讲各位最简单的方式，俺哋今日用最简单的，各位有看过俺哋个佛光山呢佛祖，佛祖的样式用伊个方式来遐呢，告诉俺哋叠的个 AED 贴片的，不是叠的，俺哋有的口诀的右胸上。左肋下，告诉俺哋要讲俺哋佛祖千年前你发现啊 AED 的叠的方式，因为伊个眼里呢，系通过你叠的时间，俺哋心脏体一片，伊过天的时间多天电击，本俺哋心脏呢，我做嘛我用到呀 AED， 因为俺哋心脏其实乱跳的，乱缩的，一天以下呢，你等于讲俺哋天脑用的 reset， 重新来过。同个乱跳的个心电、个心脏呢，提出来跳的重新静止，重新来过。再加上天气的呢，俺们马上来 CPR， 本个心脏呢恢复一下规律的心跳，安尼。亚方面安尼救古的几率都轻太。可是头痛啊，等呢高管其实有讲到讲，刚中讲，俺等发生事情呢。打天发，这是平均来讲的话，8分钟那么多。其实8分钟quite夾噶啦，那平常人其實一談到天發，馬上都標出8分鐘一定quite夾噶。但是嗰種講，真是8分鐘都能開始做救護的話，其實都已經冇喺我哋嘅黃金嘅一個救援期。可是嗰種身邊嘅人，除了有 AED， 有我哋嘅 CPR 法，好，都可以至少喺我哋嘅算是我哋救護車來以前。做伊個最初期的伊個救護的作用，至少可以把人人救過來嘅機會過太老。但是我也有一個問題，就講，嗰種今日我哋嘅情形，就講，我發現一種人無跳氣嘅，冇心跳嘅，我都應該要選 CPR 還是選 AED 啊？一般來講我哋會先評估，喺評估看伊真是係無跳氣，也無心跳的，喺安尼嘅話呢，咁當然，我哋一方面呢，我哋會先，喺種喺隔壁，無論講身邊有其他人嘅話，我哋會先諮聽一個人，一個人講同我去打119，打報案，順便呢喺附近最近嘅地方拿 AED 過來，喺度呢，我做乜嘅動作呢？來實施 CPR。就開始讓你一年都俺哋 AED 拿過來，拿過來的時間呢，俺哋仲疊好嘅，因為俺哋 AED 有啲語音，有個教唔用嘅疊，教唔用嘅做，所以呢，伊喺評估講，建議電擊，俺哋能可以電擊，迄種伊評估講不建議電擊，有咩唔可以讓？你意思講？其實我哋驗上去以後，如果我哋咧右胸左肋下驗上去以後，而即個係天腦會去評估係咪？會。唔係講我驗上去以後，我哋都驗。冇做唔得。好。嗰個一般人愛做嘅，如果先喺呢啲去打天花，嘅最重要嚇。然後前面到 AED， 喺 AED 來以前我哋先做我哋嘅 CPR。AED 拿到嘅。我哋都貼疊上去右胸，我哋咧左肋下疊上去以後，都躺天咯，而即個會去判斷。會，伊會去分析節律，伊個心率伊會去分析後呢，伊講建議電擊嘅時間，
以来开始从天，伊本身我先从天，可是唔免我哋念，俺哋念，我哋念，伊主要俺哋谈到讲，建议电击，开始电击，甲当然也时间我看冇有你去名哦，系当然，名迄念下落去个电击键的人啦，念后去金钱而先看好来，咱可以念，好。故事如讲，天龙要去判断讲，也要适合天电击嘛。嗰种适合电击嘅话，你等于讲现场嘅人爱伊念，同时一念以前一先看冇有人同到伊，伊邊嘅地位其實會比天多啦。嚇，嗰種念下去以後，用嚟去接聽講，真念聽一擺啊。也有咩人哋傻瓜電擊器伊本身我去分析2分鐘左右，平均2分鐘，伊要分析一次。可能有時要再添嘛，迄有的話，伊我講建議電擊，請勿碰觸病人，正在充電中，請按下電擊鈕。伊會做也嘗試，嗰所以一般來講，我哋貼上去嘅時間呢，將我哋救護車我一寸都一樣嘅，都一樣嘅時間，讓我拿下來，讓我拿下來。嗰時。嗱，我真係同我哋廣東朋友啲撞過腰時都講，學我聽一擺，唔同我講聽2分鐘後又會再檢測嘛。但是問題係我聽一擺，同一聽一擺2分鐘後，一中間我哋做乜嘅呀？我哋本身用做 CPR， 做 CPR， 嘿，你睇一樣嘅哦。哦，等於講，電擊嘅工作都本機器來做，但是伊做完一擺以後。電擊完之後，我哋都做 CPR， 一直到聽一擺也開始做評估嘅時間，我哋都標數標伊做評估。嗰種講有希望講，把在電擊一擺吧，我哋都這種也要方式，強他講要進離開，然後再念聽一擺。好，念到中間還是愛做 CPR 做嘅。也 CPR 唔可以談，除咗談嘅時機，除非我哋嘅 AD 講不要觸摸病人。倘若一句話下好離手，對，你離開我離開，大家都離開，意思講伊準備要電擊嘅。哦，你係第二年咯，你講其實也算是一個，算是一個就是外部的一個算是支持的力量，好，然後用電擊的力量，至少都挨等8分鐘。我哋呢個救護車來以前，我哋都開始嚟做前期嘅一啲急救。咁從頭到我哋呢問題教練有講到講，其實而家佢推動咯，他可以全面去做 CPR 同 AED 嘅訓練嘛。嗰種其實也算是一啲基礎性嘅基礎，係咪？錯，因為一般來講我哋更加統計啦，迄種講，我哋救護車來之前，你要先做也急救嘅動作。救過來嘅幾率輕大，因為呢，我哋救護車都我哋事故現場平均差唔多6到8分鐘。6到8分鐘呢，一般來講呢，我哋嘅腦部缺氧已經就慢慢的腦細胞慢慢的睇死嘅啦。有時間迄種講，我哋來做急救嘅動作。等到救護人來嘅時間，伊就接滿嚟撒下來，撒下來都搞半年去嘅。安尼呢，我哋嘅患者救過來嘅幾率真是輕大。咁從我問一下講，因為其實有時係因為查科，可能係因為失血過多，血流太多，咁所以都真係其實都冇心跳，冇跳氣嘅。咁所以講，而家係一個外傷口吧，適合做冇？外傷口嘅話有沒有做？外傷口有沒有做？一般來講嘅話，迄種我哋迄種有失血嘅話，失血個當然我哋睇得，我哋會先同佢嘛失血，看伊迄動脈流血嘛嘅，個當然動脈流血我哋先止血，止血，嚟做。一般人我哋一般嘅民眾咧，喺拄到安尼啊，有時會驚啦。我拄到乜嘢？像我哋一般救護用咯，睇得。我係咪有法律嘅問題？如果嚟講，我哋講，冇去救，本身救生啊，變咗救死。天嘢，像一般嚟講，係廿嘅時節啦，我哋嘅肋骨啊，不是我廿嘅人團，人團講嘅人嚟講，球場嚟排，但是更加為了講，免除一條我哋民眾嘅疑慮顧慮啦。
所以俺的法律规定，你用的提急救，一律都会免责，都免责。咁樣即使講到卡人，因嘅家屬來告法官呢，一般嚟講都冇程度啦，都派冇程度。因為其實嗰種即係講，安尼是話有啲注意法，咁下一步睇下人都唔可以同。因為像我講，我救上又冇功勞，錯，冇相信冇首先救到伊啲問題嘅，結果我又變成個油水，睇下人都下一步都錯啲夾邊。錯，數來如何誒？錯。告訴伊啲基礎嘅救護，其實喺我哋咧專業嘅救護來以前，伊哋該從一啲階段，休息下喎，下一個節目我哋埋嗰度播精彩故事哦。歡迎過來福喜來，上一檔節目來自我哋屏東聯絡嘅曉文田教官來到現場，同我分享講點樣去做 AED。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好多我哋嘅教官有講到講，其實他講而家嘅推廣講，CPR 加 AED，因為好多人一路談行來發現講，這都幾重要。好，雖然講來嘅時間8分鐘已經嘛幾夾嘅，但是講睇8分鐘以內。隔壁嘅人麻地講，讓我去拿到 AED， 讓我去做 CPR， 其實會睇我哋嘅珍貴嘅我哋嘅救護人來以前，真係會增加幾多嘅生存嘅機會。但是想問一下講，假如伊跟我哋觀眾朋友今日看到我哋節目，伊嘛想我去學，一般來講，我哋可以睇哪學啊？一般來講，係有觀眾朋友有也想要學習嘅話，第一咧可以去我哋菜地嘅消防處。消防隊裡邊請一啲我哋消防隊員，我哋學長學姐來教一啲咧。第二咧，像而家我哋睇沙區裡邊有像我哋屏東嘅話聯絡，因為而家有嗰度嘅關懷據點啦，無論沙團團體一啲，有時嘅話咧可以用講沙區嘅乜嘢嘅名義。來申請來請我哋消防隊呢，來教練來教大家用嘅，我相信呢也有大家真樂意來教來推廣嘅啦。等於如果講嗰種我哋嘅民眾嗰種有入學習嘅需求，第一當然去主動去請我哋嘅消防隊。好，第二都講可以用譬如講社團嘅名義去邀請我哋嘅消防隊來教 CPR 同 AED， 也算是基礎嘅救護。但是一般嘅公司行號可以提出申請嗎？可以，唔係種講公嘅方面，一般來講嘅話，我哋見到嗰度公司行號一啲學校嘅先生。對幼稚園開始，幼兒園開始，小學中、高中，一啲先生全部政府要求一定要學，也 CPR 加 AED， 我哋講嘅基本救命術，如講嘅 BLS， 因為我哋因為4年咧，叫我時候，家長係想命嘅，見到睇學校嘅喺4年咧發生事情，學生嘅發生事情。替現場都先生我來處理，學校嘅我來處理，安尼呢可以減少呢一條意外、一條危險嘅事情發生啦。我哋喺用沙區嘅，沙區嘅一條嘅我哋嘅鄉親呢，喺有上嘅學，可以用沙區嘅也方面嘅名義呢，我來請，我哋嘅消防隊無論講，喺種講我哋要。我一方面技術咧，一救護員咧，也可以請人來教，大家向下來學啦。冇唔錯，因為其實講到 AED， 我相信嗰種大家人有注意嘅話，真係睇我哋嗰度查站嘅啦，甚至譬如講我哋喺運動嘅地方、健身房啊，其實如果有 AED， 係，但是嗰種講唔知間有地講CPR 加 AED， 真係可以把一張人咧生存下來嘅機會提高幾多吧？其實真係建議每啲人都真係可以學，唔單止可以救自己。嘛可以救到便宜，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。但是頭先我哋咧教官講到 BLS，BLS 係一定用嘅，一啲算是一啲算是一啲樣個階段模度訓練下。我哋 BLS 咁嘅基本救命術BLS 嘅話都
意思讲去教也着做教官啦。唔迄种做推广的也着先生。也教官的话，一天要取得也真多。咱们都 BLSI。这个当然唔好嘅东西，要用去教本人。要用去教本人，也要去训练。本人除了讲吼，伊要学习嘛嘅。人家技术，人家也得学习要课程去嘛嘅。我用去教。也如迄眼 BLSI 學嘅，喺度指導嘅，學嘅。咁當然，根本嘢係有什麼推廣，教本人嘅話，替代，用嘅同樣充電，一狀況，落教本人也得學嘢。嗰陣有一自己以後呢，唔能可以講。来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，我唔錯，係有針對無強嘅背景嘅人，好，每一個人都有安尼醫療醫學政府嘅背景嘛，有啲人可能真係坐辦公室咧，冇得工廠人士吼，冇得講人講煮飯咧，吼，嗰度，但是你用本無各行各業嘅人，一路嘛可以去體驗啲教嘛嘅，同時嘅步驟很樣嘅，其實講欣賞是最重要啦。像這個做我哋醫生做副業嘛，做20人嘅。係咪同觀眾朋友分享講，這個有影響過什麼嘅救護嘅過程？這個當然太些事情牽多啦，真是牽多。因為我哋救護出去啊，當然天咧，我想講也有嚴重嘛，當然我哋牽多時間就同個死神啊，睇拔河啦。救過來嘅，我哋都功德一件，真歡喜。咁當然，迄種有時無法度救唔過來嘅話，咁我哋也是個願望，真是有個惋惜啦嚇。咁按照我分享伊咧啦嚇，按照像我哋嘅屏東工業區嘅嘅名揚嘅事件，相信咧也係我哋屏東縣社會界咧一大嘅損失啦。咁當然有嗰度嘅因素，嗰度嘅原因啦。因為通用嘅人員也多，因為太貨無法度，咁當然我哋睇現場救護嘅人啊，看到前按激烈嘅按嘅災難啊，嗰度深度嘅呢，也冇按嚟觸鏡啦，真是也冇觸鏡。嗰時候我哋是希望講，替咧工廠嘅人，我做好人嘅本事呢，也安全嘅嘅措施。唔減少呢，萬一發生意外事件，佢減少我哋人員嘅損失啦，也是替代。咁當然，天嘢都講還有啲個場面個嘅，我本人個傷感咧，大部分啊，如果有安尼情形啦，如果係講有啲阿爸，有啲爸爸啦，伊本身有三個死人咧，反正親生。很先生，本時要單親，接到個報案嘅時間啦，有報案嘅時間，伊拄到我哋太多現場嘅時間，伊不也去調查嘛，監視，等於講都留一三個死人嘅下落安尼嘅，咁當然，嗰種嘅我哋現場嗰種現場惡卡，已經一段時間咧，我哋。以產生我哋救護員嚟講，我哋都冇法度再去救嘅。佢如果請警察嚟過來嚇報案，如果安尼嘅去，嗰所以一般嚟講，嗰度安尼場面啊，安尼看到因為情節，咁當然也會有救過來啦，也會有救過來啦。產生我哋呢種是輕量，喺中國，我哋睇落去救護嘅時間。一般嚟講，像我哋救護車喺路航行嘅時間咧，死嘅時間，像一條也駕駛一條死海呀一條，盡量可以殺嘅就讓路啦，長時間啦，冇錯。嗰種係喺天嘅同步嘅人嚟講，唔得我希望講，我哋按樣嘅同步內容樣嘅，比如我來以前多少有準備啊？有。一般嚟講，我哋有很多我哋報案嘅嘗試。報案嘅嘗試，我哋一般嚟講嘅話就人事時地物。人事時地物嚇。也聽講，替代唔係報案嘅時間，我哋勤務指揮中心，我哋接到電話時，替代我們唔係消防車，也係救護車。而且因為萬地咧係發生火災，也講發生
救护的时间。哦，咁比如讲，爱见到爱救护车，哦，马上天热唔去讲，唔去讲，爱提点提来。因为也做乜嘅呢？睇唔提讲，比如讲，爱提点提乜嘅决手，哈，提乜嘅决手。伊提唔讲嘅时间，救护车都先派过去嘅，你就先派抢时间。我在产业道路上哦，一样，因为俺哋嘅每个救护车当中都有导航 GPS。唔讲嘅时间，俺哋嘅全部指挥中心呢，也得有学长呢，也学姐呢，伊睇讲嘅时间，伊都马上先派。啊，审查来存下来也得问题呢。存到问题呢，伊就继续问，有一多年。等于讲，伊问到确定的时候，人出查，你先出查呗。先出查。伊路方都当慢慢的确定，嗰种伊可能喺产业道路上面，可以慢慢讲，俺唔知哦，但是有乜嘅，有乜嘅天线处，上面有乜嘅私人啊。有冇人讲伊多年出手，可能有一多年嘅嘢，吼，提点停来，唔讲伊详细都也好，甚至有冇讲，伊也状况更加用嘅。俺哋咧打电话手机打电话已经开扩音，用嘅呀。有时俺哋工作也好，无如讲喺急救嘅时间，俺哋要喺线上教，俺哋一个家属喺现场做 CPR 啦，无如讲俺哋做个哈姆立克，现场教，做多救护车多，都多接触。嗰时也青春要，加做唔报案嘅人啦吼，加当然男要个紧张。嗰时唔讲伊清楚也好。哦，提点停来，哦，讲嘅时间，讲迄个救护车都可以是出通嘅。安尼你睇长时间，唔好等到唔讲迄个救护车能出来，唔係。如果唔天发打过去嘅时间，伊确定有嘢嘅事情嘅时间，救护车都已经出来。錯。嗰時睇一路行，路慢慢地提供吼，唔睇乜嘅路行吼，講到即個唔知嘅乜嘅路吼，唔睇有提供，誒睇有乜嘅明顯嘅建築物嘛，吼慢慢地提供，然後提供而家上班嘅情形。其實嗰時就查路睇已經睇路行嘅，睇路行嘅，係可以做現場一個算是簡單救護嘅，如果教人樣做，一直都其實啲。來嘅啲路場地步嘅可能，一路已經把雙方嘅情緒，以希望政府嘅事情，一路已經路太有路有掌握到啊。嗰時其實一件事情對於我哋一般人來講嘅話，唔單止講係我哋 AED 冇 CPR，其實都睇我哋嘅真實嘅救援到以前係我哋全面可以做嘅。有冇講咁請我哋文田教官和先生分享安精彩嘅故事？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大家。休息一下喎，得停下嚟欣賞來，強下運動哦。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